这以上是潜心气质功，这个已经讲完了。就是下面呢，就是第二个科判，就是真心这个光大这个法院呢，就是光速法院，就是真心光速法院。那么真心光速法院，就是从科判上分的话呢，分二，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正式这个法院啊，就是第一个是正式法院，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宣所法院之己，宣所法院的祭司制这个编辑啊，国籍的籍，就是宣所这个法院自己。那这个科判到时候我们最后就是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再看一下，就是我先字面上好像记得这样好一点。然后我们那么这个真实法院分这样，这个两个科判以后呢，就是现在讲第一个啊，就是真实这个法院，那就是分那个16个科判。16个科判呢，我们倒是一个一个的说，就是今天呢，就是讲第一个啊，就是今天讲第一个，就是下面这个真心光速法院呢有16个科判，就是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然后那个这个16个科判当中的第一个科判的话呢，那么就是亲近这个伊勒尔法院啊，就是第一个科判是亲近伊勒尔法院。亲近伊勒法院呢，也是分4个方面的科判。啊，就第一个16个当中，第一个是亲近伊勒法院。那么亲近伊勒法院呢，就是分那个分4啊，就是分4。那么哪4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供养诸佛之愿，就是供养这个诸佛之愿啊，就是供养一切佛陀的这个愿就是法院的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伊勒圆满之愿啊，就是第二个是这个伊勒圆满之愿。第三个呢，就是清净刹土之愿啊，就是愿也是法院的愿。第三个是清净刹土之愿。第四个呢，就是利益有情之愿。啊，就利益有情之愿。今天我想我们最好是讲这4个这个法院呢，就是这4个愿。首先，第一个是供养诸佛之愿呐，就是供养诸佛的法愿。我虽一切如来学，修行普显圆满性，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啊，就是这个是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呢就供养诸佛的这个法愿。那么供养诸佛的这个法院呢，当然下面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韩文和藏文就是对照的过程当中呢，有个别的地方也有不太这个相同的，但是我这次呢就是以韩语以这个韩文为主而讲的，就是如果以藏文意义对照的话呢，就是有些地方呢可能有多的有少的，就是还有一些地方的就是有点不相同的也有一些，所以我这次呢就是主要是以这个韩语本上面呢就是内容这个进行解说啊。那进行解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愿呢，就是大家在科判很关键，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从科判上也知道，这个寄送呢，就是肯定是供养这个佛陀的一个法愿啊，供养佛陀的法愿，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前面也是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里面也讲了，那么这里呢，就是也讲了一个供养这个法愿，就是供养法愿，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虽就我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随顺这个一切的这个过去和现在未来的这些如来啊，就是去这个学啊。我们每天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念3遍，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偈颂啊，就是念什么这个述菩萨戒的这个偈颂，这里面也是有，就是我们要这个学如来。那么学如来的话呢，就是学如来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什么，就是学如来呢，不像我们现在是讲这个学电脑、学技术啊、学木匠啊、学这个什么其他不是，就是那么什么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当中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有些能度众生，以木匠身份来度众生的话呢，也可以木匠就是身份来，每天都是拿一个电脑呢，就是度众生的话呢，也可以拿一个电脑来度众生，或者说是我每天就是什么就是甚至就是用一支枪就是来度众生，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排除，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实现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的原则的话呢，我要这个随如来学的，随如来学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那么这个修学什么呢？就是圆满这个菩萨这个行为啊，就是普贤菩萨的所有的这些六度完行的话呢，就是如来这个学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供养这个
过去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这个燃灯佛啊、迦叶佛啊，还有这个毗婆尸佛啊，等等，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是过去的恒河沙数的这些这个佛陀就这些佛陀呢，以前也是我们没有因缘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就是今生当中因为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些妙法呢，其实过去是我们供养过无数的这个如来同时呢，我们还要供养这个现在这个十方当中的这个佛比如说东方琉璃刹土有药师佛，然后西方呢就是有报身佛，不是那个南方有报身佛，西方呢就是有这个无量光佛，那么东方呢就是不共成就，不是那个北方北方呢就是不共成就如来等。十方世界当中呢，就是无量无数的这个佛陀那么这些佛陀面前的话呢，我们去这个供养，有些可能像现在这个供养如来的是可以的，但是过去的这个如来就是我们现在供养呢，就是有没有功德呢？其实是有功德的。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如来呢，就是虽然就是现在他呢就是已经这个圆满，就是实现涅槃，他的教期呢就是也已经圆满了，但是因为他的法性力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供养这个，我们心里面就是去供养他，或者供养他的法本，供养他的法相的话呢，也是有无量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修皈依经的时候呢，就是三世佛的就皈依经里面就是也有这个三世佛、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包括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当中也是有三世佛就是有过去、未来这个现在的佛呢，佛像都是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向到就我们要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就是还有呢就是信菩萨心呢以前那个诸法最胜王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人信息了过去佛菩提就是过去的这些要想做这个佛菩提的话呢，须发菩提心，当修菩萨心。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意思呢也是比较这个相通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是心里面就是特别像那个做那个就是这些佛菩萨，就是佛菩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一定要就是心持六度万行，就是供养这个如来，什么这个行为都是没有的，每天呢就是好像那个无所谓的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是不好的，就是应该我们行为上也是哪怕是就是供一点点这个供水供灯以这样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就是要发愿我过去现在的所有的佛陀呢，我要开始这个就是一直这个供养，就是但愿呢，就是像他们就是成就那样，我也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成就，这样的这种发愿就是这个发愿呢，就是供养这个诸佛的这种发愿就供养诸佛的发愿。